各位同學，又到健康資訊嘅時間啦！今日我哋邀請到梁善邦醫生接受我哋嘅訪問。佢係1A 班梁式之同學嘅爸爸。梁醫生，歡迎你。巧林你好，巧晴你好，咁我都好高興咧，今日接受你哋嘅訪問。咁各位同學你好，我係梁醫生。梁醫生，點解你選擇醫生呢項職業呢？咁咧，其實咧，我細個嗰陣時咧，可能都同好多你哋同學一樣嘅，有好多嘢咧都想做嘅喎嚇。咁但係咧，我嗰陣時一路都未決定到啦，因為樣樣都好似好有興趣咁樣啦。咁到我中學需要報讀大學嘅時候咧，我哋需要揀科啦嚇。咁嗰陣時咧就我仍然未決定到。咁咁啱咧，因為嗰陣時我哥哥咧已經入咗醫學院㗎啦。咁咧佢咧就同我分享咗好多佢喺醫學院裏邊即係學習嘅過程啊，或者好多有趣嘅經歷啊嚇，例如有啲甚至好緊張嘅嘢喺急症室見到嘅嘢嚇，或者咧好開心嘅見到有生 BB 啊咁樣啦，咁同埋可以學到好多嘅知識啦。咁啊，所以咧就令我產生興趣啦。咁於是咧我就嘗試咧去報名啦。咁啊之後都好好彩啦。咁啊入到醫學院啦。咁嗰個學習嘅過程咧，其實係好漫長㗎。普通如果我哋讀大學咧，可能係讀3-4年啦。咁啊，如果要讀醫生咧，就頭尾咧5年讀書再加1年實習咧，就需要6年時間㗎啦嚇。咁啊經過即係都係好漫長嘅學習過程啦，都要非常努力嘅嚇。咁咧就之後就成為咗醫生啦。咁一路做咧，其實我越做呢份職業咧，我就越喜歡呢份職業啦。咁啊，因為首先咧就當然可以幫到病人啦嚇。有好多時咧好多見到有啲病人病咗好辛苦，咁啊經過治療之後咧可以好返咧，咁見到佢哋康復，我哋都覺得好開心嚇。咁另外咧，因為呢份工咧，其實我哋會遇到好多人嘅，每日都會接觸好多病人嘅。咁咧有時可能佢哋會返嚟覆診啊，我哋會好多時會再見面啊，有時甚至乎同啲朋友成為咗同啲病人成為咗朋友添嘅嚇。咁咧就變咗咧就認識到好多唔同嘅人，咁啊非常之有趣嘅嚇。你認為一般香港兒童嘅健康情況如何呢？其實咧香港嘅小朋友咧，普遍嚟講咧個健康都算係非常之好㗎啦嚇，因為咧香港始終一個比較富裕嘅地方啦嚇，咁我哋醫療咧亦都非常之發達啦嚇，營養亦都好足夠，咁同埋咧政府咧都會有好多譬如疫苗嘅計劃啊，咁咧保障小朋友嘅健康，咁所以如果總括嚟講咧，香港嘅小朋友嘅健康情況都係非常之理想嘅嚇。梁醫生啊，咁我想問你，香港學童要注意啲乜嘢可以保持身體健康啊？嗱，雖然咧頭先啱啱答完阿曉晴嘅問題啦，就香港嘅小朋友普遍嚟講健康都係好理想嘅，咁但係當然啦，有時小嘅毛病咧總會有啦嚇。咁啊，如果係講常見咧，當然係譬如包含好多呼吸道嘅毛病啊，尤其是咧有一樣嘢咧就係鼻敏感同埋哮喘嚇，因為香港呢個空氣咧其實嗰個質素咧似乎就好似慢慢就唔係太好啦嚇，咁所以咧好容易誘發一啲呼吸系統嘅毛病啦嚇。咁另外你話如果小朋友有冇啲咩特別要注意咧？如果好整體咁講咧，我諗幾個方面㗎啦。咁第一樣咧就係要保持嗰個免疫系統咧要強壯嚇，因為人體咧我哋好多時都會有病咧，咁我哋身體咧就會有好多譬如白血球啊、抗體啊等等咧，就負責咧去打仗，幫你打死啲細菌。咁我哋如果個免疫系統想健康啲咧，咁第一首先咧就當然係我哋休息要足夠啦，瞓覺嘅時間要夠喎，早睡早起就非常之好㗎啦嚇。咁不過我都知而家小朋友都好多功課做㗎嚇，咁有時咧做到好夜㗎。咁啊最緊要咧就自己計劃好時間啦嚇。咁啊做功課又唔好做下玩下啦嚇，即係我哋靜靜地專心快手做晒啲功課佢嚇。咁如果有空餘嘅時間咧就更加好咧，就做多啲運動添，咁嗰個身體嘅抵抗力更強。咁第二方面咧就飲食啦，飲食一定要均衡嚇，咁啊千祈唔好揀飲擇食啦嚇，咁同埋咧就留意就唔好食太多啲我哋所謂垃圾食物啊，即係冇益嘅食物啊，譬如一啲零食啊、好甜嘅嘢、朱古力啊、糖啊、油炸嘅食物啊，咁啊等等咧，盡量就揀翻一啲健康啲嘅食物嚟食。